世界是这，逐摆爱通道，靠路打鼓，动脑热咯。爱树底，下早夜班，娘娘老跑步马，冲西动好困难。阿公等爱去，龙戏来一天天，娘娘改世界，像一条龙来拜年。昨夜半，神龙来到人间，几条路风，闹热渐渐自跑位，兵临崩龙向冲天，点促心肝度给梦天。昨夜半，神龙来到人间，几条路风，闹热渐渐自跑位，兵临崩龙向冲天。点促心肝度给梦天。年里来就是新年，行路夫人迎来真传前，重复照莫就山坡桥，风流阿哥来带万件咯，海呀落地海。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海呀落地。昨夜半，神龙来到人间，几条路风，闹热渐渐自跑位，兵临崩龙向冲天，点促心肝度给梦天。昨夜半，神龙来到人间，几条路风，闹热渐渐自跑位，兵临崩龙向冲天，点促心肝度给梦天。耶，堂弟好堂解歌曲嘅老乡亲朋友嚟問安吼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基本嘅福氣類嘅節目，加堂到嘅歌曲按到正夜版來表亮，哇！繞牆都是兩條歌曲嘅創作歌手係馬莎咧龔成榮嘅分享機。大家好，我係龔成榮，東歡喜來到福氣來咧。耶，先恭喜你耶！你係應該體重轉型咗麼？哇，這就像是一個新生兒從歐亞子從不強出來，聽咗風當嘅歡喜，所以先好好嚟恭喜佢。基本嘢好好分享，親朋友嚟認識你，客家嘅性格創作歌手吼，一般大家都係你乜嘅？江江。阿榮。阿榮江江也可以。好，用方言也是大家無興記江江，係講客家嘛，大家是興記阿榮吼。家堂都按好堂嘅歌曲吼，哇，非常介有味道。歌名是按照正夜版來表亮，正夜版來表亮。老鄉親們先嚟講一下，正夜版其實對你方言來講，之前係社工演強榮，而家等於是一個信煙激情嘅最美，我們要抓住那個尾巴，牽到嗰隻美有冇？大家始終強下，還是一個團然嘅感覺，所以好好嚟講下，你係乜嘅歌曲？你嘅靈感係乜嘅？好，呢條歌其實係2023到新曲獎比賽嘅時間，又得到第3名，還有最佳作詞。那要感謝我爸爸，因為佢讓我嘅歌詞又動到給就是改成比較道地的客家詞彙，比如說鬧捏剪剪或者這些較有客家嘅味道。那其實兩條歌就是因為我生日嘅時間會同阿公阿婆去天龍，就跟着龍，因為客家人嘅龍神的信仰，就說希望龍可以帶來好運、健康、財富，希望就是越炸越旺。那棒龍就是鞭炮去炸龍，那非常震撼，就從一條龍在這個雲霧之間雷電交加，這樣子非常震撼的畫面。那生日嘅時間就動好看，但是睇嚟以後就兩隻法筒就動手因為有興趣了，因為其實傳承龍的龍隊越來越少，然後我就把它寫在歌裡面，同大家來分享，兩隻愛動有英雄嘅畫面。大家到底棒龍嘛，就是棒龍哈。唔過講實在話哈，就是我沒有親身經歷過，我冇親身去看過。唔過家下幫你形容起來，感覺非常介有畫面，因為像個龍都介潤讀，而且你家下講到隻形容詞非常介有意思。雷田高架，雷電交加，對，而且
别人是舞龙舞狮哦，从么你恐龙会舞龙舞狮，不过你有火，对不对？就是好像就是去棒龙、去炸龙、就是你看那个烟雾弥漫的时候，然后敲锣打鼓的时候，就像一条龙真的龙的感觉，也很有魔幻感，从么都有安个感觉，好，你也是系家下乡亲朋友谈到解，佢解性解钻石地图动创解一条歌曲，谈佢咧分享故事，其实都有意思。尤其係你講到爸爸要退休呢個時間，我是未想係講我係爸爸我提早動分享，我來做故事嘅寫詞嘅，我咪同佢講下寫，要成為一個寫詞者，做一個寫詞感，唔係很簡單嘅事情嘅，應該所以很有參與感，吼，很有動物感覺。其實我爸爸因為我寫呢時間，其實本來係本阿婆土台嘅，所以那時候就會講客語。後來讀書以後，過時候各種冇機會講咧，就冇嘛會講。我記得我去讀幼稚園的時候，那個幼稚園老師還說，這個小孩怎麼都不會講話。那其實是唔會講發音，只會講客家話，但是在那個環境就不知道怎麼講話。對，那後來反而變成冇嘛會講客家話，就是。那我懂你的意思，就是跳牌谁嘅時間，因為本阿婆土台，所以你說唔講下，其上尤其這個時間，線上會講，哎，你怎麼都不會講話？對對對。結果你就開始講華語。對對。因為你為了要在那個環境生存，為到做家環境生存，結果啥變到，嚇你就唔記得咧。哦。係，然後因為讀大學嘅時間，去台南讀書，就順行全部講河洛翻譯。我上冇卡嘅時間，因為客家話就通我看一個連結嘛。錯。像我有時候去吃飯、吃東西，有時候在燙到這個，突然像有一次我就聽到一桌突然講說，可以冷氣哦，因為那個店家開冷氣，他說我就覺得很那個，一開始很驚訝，我在台南怎麼有聽到這是客家話嗎？對，那後來我就去跟他打招呼，發現第一美很沒有理音，我們可以就主動去跟他講話，對，我就跟他嗨，你好，就跟他講視線這樣子，那就他有沒有很驚訝？因為動合到，就是也很親切了。對，那我騎車回學校的時候，我就一直掉眼淚，我莫名其妙就覺得，原來聽到一句這麼親切的家裡人講的話是那麼感動，就是那麼懷念，對，就是語言是跟家人連結。我必須承認，我有心儀一件事情哦，就是說我係演技安泰咧，其實我講客家話講到多年咧，但係談老爸爸媽媽學習嘅，跳牌學會談，不過冇埋會講咪係慢慢都練習嘅。我跳牌冇按樣嘅感覺，不過你一按到嘢，我講係講你一識講嘢。語類其實大家對詞語嘅客家嘅認同，日來日強。我以前只會覺得說，就唔會講客家聽啊，唔會講用容易，然後寫寫時間，其實也不會怎麼樣，也唔會容易。可是現在你真的讀，你了解台灣這個小島裡面一個多元融合，多元族群、多元文化融合嘅世界，等容易傾到自家嘅認同嘅世界，你才會珍惜說原來。那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事情，而且我是因為離開家才會有這樣的感覺，因為本來才沒有就客家話很習慣嘛，或者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特別。係冇事會遲到，我跳牌會遲到，唔會講就唔會講啊，唔容易嘛。我哋會遲到，哇！就是找到安樣嘅詞語認同過後，才會站會地講，那是多麼的珍貴，嘅珍貴安樣嘢。咁可能談一隻後生音，一屆後生音，我分享些，其實我談到係動感通，可能是講緊先談到嘅時間會遲到，真的嗎？真嘅，我哋下談到我非常嘅有認同感，非常嘅認同，因為你大家會遲到，其實佢學了腔講到以後從嘛，唔過佢爸爸媽媽一屆已係講學了腔，一屆已係講自然腔。所以嗰種而家試驗講到清楚，錯冇？試驗未做得。不過因為我同阿婆就全部講會了啦。因為到廟裡大部分係出現落背講試驗，所以都冇下講會了。只是係容易，真嘅係容易。因為前度間已冇下係講會了，佢響度落背講試啦。應該需要當有意思。有上些
会溜到西门，袂粉，落落夹夹，错，嘿，即种因为讲，哎，你的自然腔有点会溜腔嘅感觉，会溜腔有点自然腔嘅感觉。其实我饲到，假是因为心脏背景是安样嘛，你办公会溜办公室是要落腔下，我饲做伫讲，有安样嘅心言语，好好咧讲，我饲到已经一天动静规个事情咧，但是因为安样因所以佢是讲客家吧，佢是写客家歌。所以你係已經動態嘅同理，就係因為安樣因就開始講，哇！我聽咗寫客家歌曲，開始寫客家歌嘅去比賽，比台學嘅創作比賽，大部分全部從翻譯啦，我一直撈我自家嘅客家歌嘅拿出去，一開始會覺得很怕別人聽不懂，就是有點那個。害怕，因為會覺得好像，反正因為覺得不主流嘛，對不對？不得主流嘛，什麼就會比較自卑啦。不過後來評審本來很多的肯定，可能我得名了，我贏過了其他華語的創作，我發現原來其實我有配音樂嘅東西，而且我還有這個是很特別的東西是。我應該要很有自信，對，很珍貴的，然後我要很驕傲的跟別人分享，你係我自家嘅意念，我自家嘅文化。冇錯，非常嘅認同，我咪按樣講落嘅嗬。還有乜嘅故事大家先聊下？你等下同我哋講。东方伊做的绕墙道，你新界客家创作故事讲形容咧，就前面地图啦，大家的分享，哇，真的很开心哎。我不知道，如果动动年轻大家看节目会觉得说，哇，你这年轻人有个老灵魂，有上一代老灵魂。我觉得因为我这几年真的是越来越青懂，我俩按动年，莫讲俩是讲应该更青懂，我自家对客家嘅自信性，所以应该唐央讲的时间，我不会觉得是老灵魂，我会觉得我也是这样子的，安勇感刚高。那希望大家每一起都说，这听起来很浮夸哎，对，唐一嘞。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对啊，这种想法？嘿啊，嘛个谈到客家法稽查为又溜墨汁，太夸张了吧你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向金朋友惊喜，你都唔了解听听。係講你係只吹腰嘅聲音啊，你其實。你按動因為大家嘅推動，大家慢慢的傾到客家認同嘅時間，你是不是啟動？那個感覺是什麼？我覺得大家第一件事情哦，我好像有點嚴厲吼。我的意思係講，傾到客家嘅認同，客家自我族群嘅認同，就像是找到國家嘅認同。就像你到了別的國家，你會告訴大家說我是什麼國家的人，我來自於哪裡，那也是一種自信嘛，對不對？而且那是一種自我的認同。因為當了解自家嘅文化語言來自哪裡，走得通。世界互動嘅世界，你很有自信，因為我很了解我自己。錯，特別係講出國語離鄉嘅時間，我大家來講，讀到外國語先外國語用英文講，你來自哪隻國家嘅時間？動年前，我講嘅係動年前，用英文講，你是咪講I'm from Taiwan，對不對？我讀台灣來，他就會說哈，他就會說對哈。Thailand， 然後就是泰國，就是他不了解。對，然後我們就說 No Taiwan，他說嘿，是 Thailand，那我說 No， 不是，係泰國。所以你可能兩面係一種嘅國家嘅認同，就時間慢慢來，大家是你睇當然睇到是非常嘅了解台灣兩隻國家，你都是咪啲講啊？其實青島客家嘅認同是從嘅國家嘅自我認同強咯。好，咁個講到你咧，一開始咧大家咧講你係幾個體重性嘅專輯嘅非常嘅課堂，有非常嘅期待，大家咧講下兩隻專輯嘅概念，專輯嘅概念。兩種專輯按到青島，那循着用華語來看，如果不會看客語字的人，就會覺得他是在找的過程。ing 中，循 ing 中。那如果你是會看客語字，就會看出來是青島，就是找到。那因為應該在這個客家語言裡面，青島起家嘅自信，很有歸屬感。那其實這是一個離開家的專輯，但是應該說因為離開家而寫出一張回家的專輯。那也是一條出發的路，也是回家的路。而且漢江愛動很喜歡你在上面加了一個拼音，雖然說也不是很多，也不是第一次加，因為其實
你有推广，用改客家话，上西部的本台家会念这个改的拼音。这个拼音比较特别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拼音动等一下，台家也讲有可能，你看哦，这个是I am 后面，然后 D O， 对，就是青斗，就是而且台家讲会闭嘴巴，因为它是 M， 所以青斗，青斗，就是在新竹的海陆乡可能会讲青斗，青，对。但是我家是没有这样，我就是因为你是混到的，对，我是苗栗的海陆，就是青豆变成青斗，就没有青的那个感觉。这真的要客家人，要解释客家人才了解。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因为大家姓周改客家人，错吗？对，会这样。姓周改客家人，我家里就没有这样。对，讲回流 Q 改世界青斗是不是讲？青斗，大家有发现冇讲吗？青斗，可是因为喜人叫会讲青斗，所以为青斗，就是没有那么一个有趣了。对，然后其实情感的情也是亲啊，但是一个是闭口音，一个是没有闭口音。那我觉得说我在找寻的过程也真的是找到都是情感。哦，哎，很有趣哎，青斗感情。对，好。所以这张专辑它包装比较特别，是因为前一个时间阿公阿婆在庙里是可以药店，可以药店啊，西药店，西药店，对，以前他们就是当那个药剂生。哦。对，所以会前一个时间可能记得有夹药的帮病人这个配药。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药盒。如果到时间这个专辑实体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在去看，就是它是一个很像药的盒子。那我就把它包装成说，其实也是一种治疗思乡病的药。好可爱，就是有这个上面有看到你的这个，你有聊到死父兄改等一下。对，对，音乐可以治疗你，那客家文化也是一个丰富你心灵的一帖药。那我觉得希望药它可能很生活化，那你像地伯还有一张，这是老家的那个海棠花窗，可能就是像这边也有啊，就是比较老家的元素的元素。哎，这个真的非常的珍贵。你讲因为玻璃讲到冻久嘞，就信州特别没出玻璃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功法。所以你看那个玻璃都好漂亮哦。啊，我每次讲到这，我心里都有点痛。心断毒又要痛，所以就动筋骨嘅东西，特别唔地好静下，慢慢是摸留下来。古时候200个专辑，我的音乐风格其实美比较淳朴一点，民谣跟一些摇滚、流行的元素，然后我们也是真实的录制乐器。那两下嘅师台可能大家用田哦，对，那我可能比较老灵魂吧，对，我想要做一个复古的感觉，或者是说我们保留原声的感觉。所以，Andy 在台南艺术大学，爱学校同朋友同学乡下录音，就是像录爵士鼓啊，整组的鼓，那个蛮复杂的，还有录弦乐、录二胡，所有的东西。鼓手，第100组制作人其实未冇嘛经验，不过就学到动作，因为歌唱。又动作给困难，还有学习，还有觉得下次可以更好的地方。现在可能已经来不及改了，但是就当成一个经验。对，我完全理解，完全做得理解。其实老实让你讲，你做大众专辑，可能是想你做电视节目腔咯，仍然都被知道，佢很好做得很好好，仍然都係可能錢唔拿，仍然都可能係時間唔拿。不過你下不論永遠都係歌唱，因為某一個東西會知道講，因為你走會隨時會覺得啊，這裡應該可以再更怎麼樣啊，對，這裡應該可以更怎麼樣。可是仍然都會按用。歌唱地位唔會發現啊，走太以後就。这个流程好像不对，是不是要先录鼓再录贝斯，还是先录贝斯再录鼓，还是我这把吉他用什么音色？这个人，这个乐手要找谁？就是有动作的细节会影响啊。不过两下就希望顺利做在同大家见面，爱个专辑，还有这个下半年会有小的巡回，就是希望做在绕墙所以实体的见面，同大家来分享。那大家来讲一下哈，其实种总是青叶是不是好改世界系舒服嘅发行，到半夜改世界是不是有实体改专辑？那希望讲阿荣3年下半年做在有动到
我们说线上线下线上的世界做咧大家谈歌曲，线下嘅世界係講叫實體嘅發通，係講大家有時間啊，做到本地支持，其實做得了大家好近距離嘅接觸，好近距離嘅接觸，目的是係講，你想看一隻歌手到你面前，直接從歌本去彈嘅，唔係彈，你講唔係是彈 CD 曲咯，係嘛？好，嗰種嘅互動係冇強用嘅。我當然希望講，其實還未遇到多嘅困難，哈，因為我就做創作歌手嘅這個立場有可能係咁樣嘅，不過談到家己家講到安多嘅時，大家唔要講過無了種陣時，其實老幾間冇下都有關係，老爸爸都有關係，老阿公阿婆都有關係，老佢心中嘅背景非常嘅貼近，吼，非常嘅貼近，因為你看。鑽石然後，迄個青島一家嘅客家話，青島客家話嘅感情，然後鑽石嘅這個包裝呢係客家嘅厝門花窗，然後呢，因為阿公阿婆頭擺係就是可以肉的，所以上面也會有一個就是給你藥盒的包裝啊，地不都會有一個像是提醒你，就像你阿姨款線上不會說副作用嘛，啊，吃這個可能會頭暈哦，啊，可能會像水膜哦，提醒大家係多啉水哦，所以幾個包裝地圖咪就按用音像係按用提醒大家的東西。其實沒有非常有意思，感謝動作嘅朋友啊，很有欣賞，因為我提擺自家做製作人，感謝從我嘅朋友同學。才好高，我們也沒有什麼預算，就是自己學生自己實驗自己玩這樣。那也要感謝陳飛先生啊，因為給東善榜，就他很熱情的幫助我，就在有一些配唱製作啊，然後意見，對哦，可能應該有一些盲點哦，給我不應該指導哪裡歌曲比較需要調整。我覺得很感謝動作嘅朋友很有欣賞。我前一步嘅訪問佢未當感謝你，所以吼等下你要團到佢剪下來，因為佢感謝佢哋都剪下來，佢不會如看，然後佢然後大家說哦，真的是，我覺得你們這就是互相珍惜，吼，還有乜嘅故事咧？我想大家先聊下，你哋喺度同你講。留下美好嘅印象在心肝肚，一路向下，一路向下，春愛茫茫家鄉嘅花，一路向下踏遍韓國，千人帶路，見行見笑見行見言，踏擺上多專業嘅夢。同樣嘅個大愛盡我，我陪着你一起走過每個路口，最難過的時候為你帶着笑容，踏擺上多專業嘅夢，不等夜光。同樣嘅個大愛盡我，行在路紅唔會衝走，行在路紅唔會衝走。好，哇！一路向下咧，跳歌曲做麼？兩條歌誒，從戲嘅一路向下這首歌是我跟另外一個客語老師合作，他傳了一團歌詞本來，我看到動有感覺，我就老給寫變成一條歌誒，不過還有重新排列組合，變成比較符合這個流行歌的一個感覺。那在鑽石地盤呢，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華語歌手有合作，所以
在专辑里面会听到通加莫强的版本，就是有多了一些洋味，就说除了我传统的客语的感觉，或者是另外一个华语歌手苏文绍，他会有一段中文英文的穿插这样。所以你袂想了下甲后生人创作歌曲时，其实多种个意义就会变落去。因为你去甲爸爸妈妈讲的系冇强，他甲爸甲强头，所以变成你也做对创回流，你也做对创新的。其实谈起非常个有意思，而且都这个就是很有意思。像特别像之前的访问翁子燕嘅世界，其实有一条歌曲叫做他向边故乡，地图是会甲对上系人语文嘅东西，改构词，你们会起到讲哇，听起来就是觉得哇，都有意思哈。所以了是系加下条歌曲，其实大家录滴吼，录节目开始录了下，谈来分享，其实你甲客家嘅血缘、血脉、静心、情感，老婆下都有关系。其实唔单是爸爸妈妈老阿公，其实阿太也都有关系。有一摆爱看到，我 Q 讲通爱分享啊，佢后生嘅时间。又通阿太，就是阿婆给爸爸录起来这个山歌或者是一些白管啊、白音啊，在 YouTube 上也找得到。那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动感同，因为本来应该是个写歌的，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兴趣嘛。发现到原来我的亲戚、我的血缘里面，这个山歌系课本上的东西，系同爱圣法有关。所以我就很想要学，但是我没有机会跟他学到了。阿太穿得很好看的，走到动漫刀，因为其实头发感你看他们是不是穿的比我们更正式？你看以前他们很注重穿着，你看内裤带，然后 CP 露，然后去从底下还楼上够什么？对，其实他是一个佃农，也是一个煤矿工人，唱歌是他的兴趣。然后他是真的很喜欢唱，他没有风虫，他学肢体板、白管、白音。那我觉得也许我有遗传到吧，或者是我发现应该中意。我喜欢唱山歌，我没有真的学过山歌啦，但是我喜欢呐喊的感觉，可能是我的血液里面的有这个 DNA， 错吗？应该有好好的让乡亲朋友分享哈，是系讲。大家读地都都比较天穿热带山歌比赛，已经非常介多年嘞。读东年前比山歌的时间，昨天讲很阴山阴回啊，就是要不是因为看到照片，还有我们因为看到相片，你根本不相信，你会以为那个是寒星来到推翻快暗重复的那种盛况，还有改轻狂哈，那个感觉会安样，人家说他刚应该轻感到改型比较内敛。好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你看哦，像东因为走很走线上，某是像你讲过他可以细肉点，某是会走线上啦，读公务人啦，走线上，某是会走公务人，就是我们走一个好安全感路线。你讲大家会讲，好多读书、情根语读。可是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可能摸穷，你台大的印象，念出名时就一个很好的歌喉，我们那是一个好像天生的 DNA。你讲讲他讲音好像没有。可是呢，每个人都在唱山歌我的感觉是不一定成为歌手，因为跳板来都不下的时间，爸爸也讲又轻喷又不下，给他打嘴鼓、讨菜的时间，我也不明白，他们跑叉跑一跑，跑啊令啊，就会突然唱起三大调你知道那种，我以前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你等下还用现头应该感觉走一款时间，为什么你们一群人泡茶泡一泡，要在那边唱三大调？可是可是像我们不会。我们像年轻人不会打嘴鼓打突然唱起什么流行歌，那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山歌应该是都唔系为了表演啊，佢係一种盛反地位，即兴，可能马该就唱，有一种抒发情感，放起唱，如果悲伤也唱。对，所以俺以前都说，他刚刚其实在体量系非常贴片的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少去凸显。意思是讲，从山歌不是说够学堂都在唱，其实从山歌好像是一种。真的是血液里面的 DNA 那种感觉哈，而且跳白感应感觉好像信手拈来就走在从上弹跳，可是其实不容易学。对，它是要对语言掌握度很好。对，好，讲到两片，其实大家可能对你今日该创作歌曲阿雄吼有好多该了解。天天下来呢，我想问你，用上张问题吼，不能想很久，好不好？吃宽了。强荣。你是了解事件，好来推荐一下你这钻石，让你发行给你去
我个阵是深度才7月11號為發行，希望大家做咧記詞來探，然後後上音從出來有嘛個客家嘅味道。好好記詞啦，我上後上音幾樣言語都接受，大家不給意見，做對嘛哈？好來聽一聽哦。哦，這個是什麼題目啊？真係係問一下哈，因為等下動動音係安樣音，要幫你寫一下哈。一種係古風。你冇風，而種係你東風，古曲冇風，你係乜？我係選古嘅，因為傳唱度我是都當重要，就是你各位本大家聽到了解記住嘅上嘅熟識啦，沒問題。不過各位我是都因為那就是你那是作品，作品可以留下來啦。很棒。好，第三題，好，請你推薦一下台南啊廟裡聽錯嘅世界一路小吃，廟裡就是這個水晶餃，水晶餃在，我就知道是水晶餃。我是那個韭菜的醬油的炒麵啊飯，對對對，韭菜醬油韭菜頭油炒麵，你看那是這些都在地耶，其實哈，哎呀，台南有，台南可能就是我牛肉湯又很無聊啊，不會啦，不會啦。對啦，牛肉湯唔會動不了。你大概轉去，因為像你可以推薦一個大家唔啲也冇相關啊，比如你改你動好些沒做對。我個人我可能會吃府城豆漿，這非常簡單，然後也沒什麼特色。如果又像是走水或是柳葉，弄到很晚。就去省熱熱的，就稍稍的調內。就我覺得那對你來說就是一種療癒。對，所以有時候食物係一種該療癒的過程，對不對？因為有的人可能是喝可樂，比如講，好，有的人可能係吸少年茶，因為他就會覺得那個東西瞬間可以讓他放鬆。從某，就可能你性走推拿，因為推拿對你來講是你念書的地方，所以那一定對你有情感嘅連接。啊，做事做到動調嘅時間，有的人係啉目酒，對佢來講佢係啉一隻稍稍嘅調呢，是就是到佢佢自己學變輕鬆，從某，答案很棒嘅哈。聽你最尾聽哦。做一個魔術師、技術師，哈，上嚟撈係講最想撈世界紅界，乜嘅東西變唔見嘅？多才多藝呢，還可以把疾病變不見。哇，很棒！我覺得這個就是沒有必要存在。老實講，大家讀了這社會地，讀了這世界紅，總有一天會離開。不過其實疾病只是動辛苦，最辛苦的地方是講你可能自然的，當然就沒辦法。如果是病毒，那比較危險。好，講到呢，其實我問到安家，其實因為我後面有留一個題目想要問他。其實我很想問的事情是，你認為安樣嘢，你稍微打電話轉去讓阿婆講下從嗎？因為想會寫客家歌嘅，不會寫我就要問。阿婆有動起台嗎？其實一開始佢咪冇習慣同我講客家，就當後生人全部講翻譯。後來就慢慢念轉來，同我就會全部講客家。轉去就是他可能跟我堂哥堂弟都講華語，遇到我就講客語。你看。當好啊，改變阿婆嘅講話習慣，節目嘅最尾老大家講得成鼻咩嗬？因為安樣依家爸爸還依靠漢語嘅認知，錯嗎？對，他是在本來係國中嘅線上，然後教自然科的。後來因為我問了很多問題，他想要解答，他就考客語認證。好可愛。結果現在真的在國中也有多教客語，對。是不是？你看，係因為來嘅時間快到動多條路嗬，話時間只是講啲動，今只是動半天繞上去來到兩邊啦，稍微應該準時。有啲動到有意思嘅故事，特別係爸爸係成日講下，唔係佢係因為講下爸爸斷掉啥嘢學漢語，那漢語就是講到很好學，漢語靠漢語認證，而且了係非常有意思嘅故事。繼續加油，還有新嘅消息聽說只來到客家電視啦，大家都歡迎。好，下半年要當多嘅活動先，祝福順利。好，鄉親朋友，希望基本你談起嘅故事，強龍小波動態後聽下來你都做認同咧。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集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，還有攞兩個影片慶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。